转来关心国内的消息，捌去过台北捷运的观众朋友，就发觉讲，大家咧坐电楼梯，拢是惯势徛伫咧正手边。为着安全甲小偷人阵，台北捷运公司是开始宣导电楼梯两边拢会当徛。不过，若是去现场观察，就发觉讲，大多数的民众犹原拢是徛伫咧正边。所以讲，这北捷公司就按算要伫咧尖峰时间甲大车头加强票时甲放送，希望民众会当关心讲两边拢会使徛。你好，两边都可以站哦。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北南月台通向文湖线月台电扶梯边啊，除了挂电扶梯两边拢用徛的标语，保全也个提醒，按过大部分人也是主动徛正边。左边对，然后可是他们就要求就借过嘛，那就可能这样让来让去的就不方便。在右边吧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北捷强调，宣导电扶梯两边拢用徛是为兼顾电扶梯安全甲秩序，尤其伫人真济大巨段球赛、看年活动线场顶大型活动时分，会指派专人加班加强提醒旅客疏解人潮。以台北大巨蛋的球赛散场的疏运为例，我们在电扶梯旁边宣导旅客两侧站立，而现场的民众也按照人员的引导，秩序十分良好。在日本的台湾布洛克分享伫东京北海道，旅客常常主动徛伫地铁电扶梯道边，不过站务人员无特别宣导要徛倒一边，不过会注意旅客安全。他如果觉得你危险的话，会来跟你讲一下说，哎，你这边这样怎么样危险？可是他不会特意叫你一定要站左或站右。日本媒体 NHK 捌报道，电扶梯事故当中，真侪案例是因为伫顶悬咧行或者是走，所以部分公共场所已经开始宣导，唔通伫自动电扶梯行。台北捷运表示，宣布限制旅客爱徛倒一边，或者是是毋是用行，不过继续宣导，然后按徛后在记者综合报道。